会韵律体操3连霸的光环，桃园县代表队企图挑战4连冠，前进2014仁川亚运。在个人和团体奖项都是常胜军，教练王敬明脑海里始终记得，他带队训练，预估拿1面奖牌被泼冷水的那一幕。有一个观点讲说，不可能回来我就跟我的选手讲，人家都说我们不会拿金牌的，那我们要更努力。不服输会成就许多事。那一届代表队包办5面金牌，县政府答应给经费培植体操训练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看到你们各自力与美的表现啊，吃到会 Q 吗？会觉得累吗？會唔過同腳超過體力。會唔過同腳超過體力？會，但很快就過了。其實辛苦過程中，選手們都曾想過放棄。練習到一半了，他會遇到瓶頸的時候，他會講我不要練了，我不要練了。對，那家長講沒關係啊，你練得很好啊，你應該繼續啊。他就繼續練了。還有部分原因來自教練努力爭取升學資源。古妮珍循王教練爭取的大學獨招模式，順利進了師大，給體操隊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。雙龍國小的體操隊是種子部隊的小小軍團，場館、器材、師資都看得到學校投入的教育投資，栽培更多孩子發光發熱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好多美丽、有活力又愿意苦练的孩子。教练的苦心不只是带动了体操的风气，也给体育界培育了很多新的希望。出道會跳一模，會唔過動作超過體力。出道會跳一模，會唔過動作超過體力。